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说的话，咱俩绝交算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我已经反省我自己了，我知道老板找你肯定是为了工作。你说咱俩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有同样的一个老板，那如果咱俩闹脾气，那不会影响工作吗？我知道当初你说隐婚，肯定是为了想得到这份高薪的工作。那你说你一上班，也不能不着家吧？能稍微平衡一下吗？谁不顾家了？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本来就很多啊，那我以前上班也经常加班啊，你怎么不说？倒是你，到底为什么要上那女人的车？我上她的车不是故意想引起你的注意，故意想惹你生气的。故意引起我注意。嗯。哎呀，行了，老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错了。那我戒指的事儿，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说隐婚，咱们就隐婚。不过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送你一个充电器，你记得，你的电话要永远保持有电的状态，24小时开机，让我随时找得到你。好好玩啊！好玩吧？哎，你说这个孙倩啊，她还好意思到幼儿园接孩子？我看啊，她是想抢走我的孙子。混蛋张实在，你有病啊！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打你，我今天还就打死你了！打我们家倩倩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教训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她是我好朋友，就关我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替她收拾收拾你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！我不负责任？好笑，他才是扫把星。哎，你问问他，我娶了她以后，生活工作一点都没起色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里。哎，果儿，你住手！他是扫把星，那你是什么？你就是坨屎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倩倩以前在学校那也是校花，追她的男人海了去了。要不是因为眼瞎了，嫁给你那么个废物，她会过今天的日子吗？你看看，她头发多久没做护理了？她舍不得，人家用的都是几千块钱化妆品了，而她呢，她用的是什么？这么做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你呢？你做过什么？你除了给她脸色看，你还做什么了？我都不明白。倩倩哪里瞎了眼，就会看上你这么个男人？你有能耐吗？你不就是傍了一个大款吗？哎，我看啊，孙倩就是你带坏的，你叫她外面养小白脸。你再说一次，我今天就撕烂了你的嘴！够了！住手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倩倩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她为了这段婚姻，她付出了她的全部，而你呢？你居然怀疑她外面有别的男人，你就是个畜生！哎，他敢偷我的钱，他还敢在外面偷人，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？你
就为了500块钱，你至于的吗你？你这人根本就是掉钱眼里了。你要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倩倩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们这些朋友。只要你以后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们就废了你！我把你这个房子都给点了。倩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自己选。至于这样的老公，你还要不要？你想清楚了。你觉得会有问题吗？我是相信你的，可是这个项目太大了。这个项目，我是这么规划的：这边的海岸线现在全是私人游艇，后面做的是配套的商务，这边全部是高级休闲酒店，一条龙的高端度假产品。而且我们都不用找人买游艇，我们其实是要用这个项目去融资，做金融衍生品。等到有了资金之后，游艇自然会从10艘变20艘，20艘变200艘，到时候整条海岸线铺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游艇，这就叫做抢占市场先机，做市场的老大。那到时候你就要改名字叫做程大亨。那到时候你就是大亨夫人了。人家有没有说过？这在同行业者来讲，可是同行业里的佼佼者。怎么样，满意效果吗？你办事我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大成，我想确认一下，你给我那些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吧？怎么了？你怀疑我的能力？当然不是怀疑你了，我是怕这个项目太热了，太多投资商跟进，到时候会把市场搞乱了。这个项目越热，我越好整合资源。那现在投资商找好了吗？有了这份报告，我就能够搞定投资商了。对了，你这次出差，该不会是为了我吧？那你就别管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秘密？一个女人一定要保有自己的秘密，
这样才会有魅力，是吗？无论如何，等到这个项目成功了，我就送你艘游艇，叫做果果号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？一艘游艇价值1亿8千万，都打动不了你的心呢。我不要果果号，我要的是成果号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上一期这个中这几个号码，3的概率比较小。6中5是。哎，实在，你今天怎么不上班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今天怎么不上班啊？妈，我正忙着呢，别人放我啊。喂，我知道这个点了，我不来了还不行吗？工资奖金算个屁呀！哎，秦科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少拿这种口气教训我，在单位我顺你的气还少啊。跟你们一起干有什么前途？老子现在有钱了，不来赚你们那些连儿八毛的钱。你这个电话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正式辞职。哎，干嘛辞职啊？哎呀妈，上那个死班赚那小钱有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是筹划挣大钱呢。就靠这个啊？对啊，妈，要不是孙倩，咱们现在就有10几万了。10几万呢？对呀，哎，我现在运气特别好，这个运势啊是挡也挡不住，满脑子现在都是中奖号码。我有预期，下一季一定会中。这万一没有中上，你又不上班，咱们这一家几口吃什么？呸呸呸！妈，你别诅咒我行不行？等我中头奖，那还能成没吃没喝呀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呀，你这个班啊也上了好几年了，这说不干就不干了，以后的生活呀就没有保障了。反正啊，我是再也不能忍气吞声看那老板的脸色了。要我就不相信我张实在那么聪明一个人啊，还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呢。哎，行了，妈，你别烦我了，我呀好好盘算盘算我这个大事业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管你。可这大豆子的培训班还上不上？这长笛还吹不吹了？这绘画还学不学了？哎，这个你问我干什么呀？我不问你问谁呀？不上了，不上了，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也不能拿来挣钱。奢侈性消费在中国确实正在兴起。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？如果我年轻20岁，我有兴趣。为什么？这个案子投资周期长，政策风险大，加上海岸线的审批有难度，我不想冒这个风险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。公司这么大个摊子，有这么多的员工是跟着我，不容易呀。我必须要为他们考虑。现在我要的是稳利，不是冒险。老齐，这个项目我想跟投。为什么？跟你这些年，我也了解了不少商界的运作。我不想别人说我在你身边是完全依靠你，没有能力。所以，你能理解我吗？
这个项目是哪家公司？立威集团旗下的骑士公司。陈大成。他是刚上任的，也是刚从海外回来。他有世界500强的管理经验，他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，这也是他力推的项目。我支持你，但是必须由他先开始启动，否则我不建议你跟进。这是我修改的市场分析。游艇的项目前景还是非常好的，很多沿海城市都非常支持这个项目。看来你功课做得不错。没有不好的行业，只有不行的企业。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市场。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接下来就是协调和投资商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有多少家潜在的投资商啊？我好做准备。这个我觉得你去跟进一下，找出最有实力的旅游集团，然后好好的跟他们谈。你去准备吧。戚总，我做了一份关于骑士公司游艇项目的网络知晓度调查。这家网站是主投的网络平台，看得出有很大程度是软文广告。不过感兴趣的投手数量可不少。你的项目我已经跟老齐说过了，他愿意支持我来投资，但项目必须马上启动，不然他不会跟进的。好甜啊，很好喝。喂，沈总。啊，好啊。他找你干嘛？那个财务上的事情，他上一次找我也是因为这个事情。你说我能？公司的事。公司的事，那我还能说不吗？老婆理解万岁 ，I love you。你是公司最有实力的财务，我特别看好你。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来我公司工作吧，我会给你丰厚待遇哦。谢谢沈总，但是我在这家公司上班上的挺好的，我现在还不想换工作。其实我找你还有别的事儿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你们公司的财务报表有很多数字我都看不懂，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现在吗？你要是现在不方便的话，我们改天坐下来慢慢聊也可以啊。好，那也行。如果现在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现在有一家很有实力的里投集团愿意投这个项目，但他们的前提是，我们必须先启动这个项目。所以我希望你去跟公司的财务谈，请他们从公司的款项里面预先拨出启动资金。直接从公司拨款，不用集团审批。集团的审批呢，作业繁琐，而且缓慢。如果要透过集团审批，时间太长，这个项目在市场上就丧失先机了，不但对公司是个损失，对这个项目本身也是个损失。所以我需要你去跟财务协商，请他们尽快拨款。明白，您放心吧，财务部那边我去搞定。怎么就不行了？这个项目还没有经过集团的审批，也没有经过风险考核。如果现在我们就挪用这笔款项的话，这个就叫私自挪用公款，
这怎么是挪用公款呢？我们是在替公司的利益着想。这个项目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很高，我们必须抢占先机，立即启动。如果等走完集团所有的审批程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但是这是个程序，如果我们现在就动用这笔款项的话，钱回不来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缺口是你来顶还是我来顶？这是不可能的，陈总的能力那么高。程总，什么都是程总，你把他的话当圣旨了。他是我老板，我当然要听他的。再说，如果这项目成功了，公司能够获利，我也能够立功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不管，反正没有程序的话，这笔钱我是不会放的。就500万，对集团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这样，你支款，我打报告，2条路同时进行。那也不可能，之前逃跑的那个方总，他就是这么干的。方总是方总，陈总是陈总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再说，就算他真的卷款潜逃，也牵扯不到你啊。我不管他牵扯到还是牵扯不到，但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，必须要秉公处理。集团不可能只考虑利益，不考虑损失吧？你就知道集团的章程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，它的思路是来源于金融产品创新。骑士公司今年的业绩都靠它了。我是不懂什么叫金融创新，我是个财会，我知道什么叫财务制度。你请程总必须要走正常流程。广告反响这么好，投资商为什么不跟进啊？投资商表示要看到项目启动时候才愿意跟进资金。那这么大的项目，你们集团也应该马上拨款啊！大成，你们集团会不会是一个连500万都拿不出来的空壳公司啊？集团当然不是空壳，只是财务的审批流程过于繁琐，所有的流程跑完要1、2个月的时间，这个项目等不了这么久。我想要越过审批制度，替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，但是谁知道，我们公司的财务听不懂人话。这个人是不是之前你想开除的那个人？对。对了，要不我来帮你找启动资金？你不要插手。为什么呀？这个项目利润这么高，而且如果成功了，能够让你在公司站稳脚跟，干嘛不让我插手啊？女人只需要享受男人的劳动成果就好了。你别管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老公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这可是证明我职场能力的第一个项目，我求你了。那你也不能证明你的能力，你就帮着程大成做一些违规的事情啊！这怎么是违规呢？这只是稍微变通一下。我向你保证，陈总和方总绝对是不一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那我怎么不知道？就像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陈总一见到我就识破了我的才华，就像当初你一见到我就对我一见钟情一样。那能一样吗？那不就是一个意思吗？反正都是欣赏我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了？那也不一样，他是老板，你是老公。老板的命令我要听，老婆的命令你就执行吧。不行，这已经超出了你老公我的范围之内了。你脑子能不能转一转？咱俩能别再提这事儿了吗？喂 ，Martin， 怎么那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？你不会小气到生我气了吧？我不靠谱，每次头版头条我都给你搞到，好不好？我还不靠谱。我打给你当然有好事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有一个私人游艇的项目？你是李成果果小姐。是我。
齐总，您今天找我来，应该是为了骑士公司的游艇项目吧？是的，请问你对这个项目了解吗？当然了，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，而且目前各方面进展都非常的顺利，有很多投资者对它感兴趣。哦，是吗？我们网站刊登广告一定会先确认内容的真实性。果果小姐，你是做媒体的，可能对我们投资领域不是那么的了解。如果一个项目，它的资料、备案、手续，还有它的实体经营都是真的，那当然是一个好项目。可是如果这项目里有任何一个环节是造假，或者是含有什么隐患，那就会害死很多人。齐总，你一定事先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充分的了解，才会把我找来吧？这绝对是个赚钱的好项目，难道不是吗？只要是个赚钱的机会，我相信没有人会放弃的。可是，如果这个项目里有什么问题，那不但会害到我，也会害到我后面的投资集团。齐总，别的项目我不敢说，这个项目肯定没问题。对了，我看到资料上显示，这家公司的船只购买协议是齐全的。可是，我好像发现这个船只好像要每半年才能出港一次，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船只的身份有待确认？还有，我这里是有骑士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可是却没有船务公司的报表，您能有吗？齐总，你一定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，才会了解的这么深入。我这么做也是对投资者负责嘛。您啊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投资者，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敬佩。那我李申果果向您保证，这个项目绝对真实可靠。因为骑士公司它不是一间小的私营皮包公司，它的业绩和隶属的利威集团在业界都非常的有名。看来，果果小姐对骑士公司也是很了解的啊。这个项目这么好，我们也希望齐总能够加入我们，大家一起赚钱呀。如果是个双赢的项目，我当然会参与的。如果这当中需要什么媒体的支持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那齐总，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好，谢谢。谢谢你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爸，我看了一天项目书，快闷死了。怎么会闷死啊？原来是葡萄的老爸的公司。那沈南卓，你是应该做点正经事了。你看你小妈兰卓当年来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可是她好好的学习，这些年来，你看她已经能够独立操作大案子了。以后啊，你给我好好的学习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上次生日跟你一起跳舞那个男生叫张健健，最近怎么没有见到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见他？小妈一会儿瞧不起他没钱，一会儿又让我跟他交往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哎，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不可以看清没钱的人。你爸爸当年也是白手起家的。还有，我想兰卓那么做，应该是为你好。知道了，你们都是为了我好。这个项目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启动资金。可我们公司审批流程特别繁琐，各部门协调时间也比较长，所以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请沈总先把第一批投资款调进来？我保证，除了齐总公司应该得的分红，给您个人的分红，一定也是最优厚的。万事开头难，项目要是不启动的话，后面的事也都是白聊。你需要启动资金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财务人员一定要用我相信的人。好了，我说话态度不太好，
那我现在好好跟你说，你再认真考虑一下调动资金的事。咱俩也别因为这个事儿再吵了。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公司好，当然，也是为了你跟我好。我不想眼看着公司受损，我也不想你跟着冒险。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你自己着想？喂，程总。怎么还不来？程大成他不会在耍我吧？李小俊，资料带来了吗？这资料又是给您的？我打算跟投你们程总的项目，所以希望你来给我解说一下你们公司的财务机制。这个资料袋里面就是我们公司近几年的所有的财务机制。要是私人游艇的项目，我跟你们公司合作的话，我希望你来做这个财务人员。你要跟我们公司合作？不好吗？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怎么感觉话里有话呀？是王可可？没有，跟可可没有关系了，真没有。要是让程总知道我和可可的关系，可可丢了工作怎么办呢？齐志强找你谈项目的事。他呢，也算是一个善良，而且又有智慧的投资人。你都不知道，他对这个项目调查得多仔细，他连游艇每半年出一次港都知道。那是因为有个别的船要出国定期保养。你怎么没告诉我？这个项目你就不要插手了，我这边已经开始启动了。这个项目的投资人是沈兰卓。上次你跟葡萄说的爱情观，虽然葡萄难受了好几天，但是我挺感动的，我很赞同你的观点。爱情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。有时候我也是想，我要是能遇到一个处处为我着想、为我付出一切的男人，我想这一辈子就真的没有白活。我真的弄不明白，这件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费尽心思给你找启动资金，你连投资人是谁你都不愿意告诉我。要不是齐志强找过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和沈兰卓有关系。沈兰卓之前告诉我，齐志强对这个项目没有兴趣，那我怎么知道他又找上你呢？而且如果没有确定投资商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乱说话放风呢？你不会给那个沈兰卓什么甜？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……你想多了，我跟他怎么可能会有什么？他喜欢的是李小俊，我还打算用李小俊当诱饵，让他说服老齐投这个项目。李小俊，李小俊不是和齐志强的女儿弄不清楚吗？这怎么又扯上沈兰卓了？沈兰卓是齐志强的小老婆，这齐志强的女儿又和李小俊差不了几岁。沈兰卓跟李小俊也没有差几岁，这也太乱了吧！有这么难接受吗？还是你对李小俊也有兴趣？我怎么可能呢？李小俊怎么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啊？他逃婚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真性情呢，没想到他也是个西门庆。李小俊，哎，你可吓死我了！
你要是找王可可，她就在楼上呢。我今天不找可可，我找你。找我？最近因为你在外面勾搭葡萄的事儿，可可很不开心吧？谁勾搭葡萄了？我跟她之间可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对，现在葡萄是没什么事儿了，可是又多出一个风骚性感的后妈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？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李小俊，你要是敢对不起可可，我就把你大卸8块。这么重的香水味儿，又是哪个女人的？我说你啊，李小俊，当初王可可要嫁给你这个小屁孩的时候，我那是100个不同意呀。是他非说，啊，你对他好，你对他好，结果呢，啊，你左勾搭一个，右勾搭一个，这叫对他好啦？哎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谁左勾搭一个，右勾搭一个了？啊，我可只勾搭过王可可一个人啊！好，你给我记住这句话。你要是敢对不起他，小心我把你咔嚓！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什么呀？启动资金的事儿啊。啊，我再想想办法，要不就走公司的特批程序，要比正常的程序要快一些。真的？什么味道？哎，哪有什么味道？你鼻子是不是又过敏了呀？啊？鼻子过敏了吗？私人游艇的项目，我决定跟投了。真的啊？这个项目前景看好，而且你可以借此机会证明你的能力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必须用你的名义去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用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投方，你可以主导整个项目，注册资金与以后运营方面的事情都由我来操办。谢谢老齐，没想到你这么替我着想。你不要谢谢我，该我谢谢你。你无怨无悔的跟了我这么多年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总，我已经跟财务部李小俊说好了，他同意配合我们走资金特殊审核程序。现在我们已经选定了一家公司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投方，对方投资的意愿呢，虽然已经十分明确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，避开风险。现在我们要派出一位人员到对方的公司去进驻，为的是这个项目开展以后，两家公司能够顺利的对接。这个人，我觉得应该要有丰富的财务经验跟常识，所以我觉得，李小军，你去。我去。